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艾图汗加尔亨别克，我的父亲加尔亨别克卡什巴依，中国新疆博乐市人。他于2017年7月被中国新疆博乐市当地法院被无辜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的罪名是国家分裂罪、宗教极端势力罪以及实施暴恐活动未遂等虚无的罪名。他至今被关在监狱里面长达7年的时间了。他在这7年时间里面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和迫害。最近监狱里面的相关人员要求我在中国的亲属们给他们购买一些胰岛素过去，说的是我爸爸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也不透露其他的任何细节。而胰岛素一般情况下都是当人的血糖升高的时候才会使用，而血糖升高一般都是人吃的饭非常好的时候，吃的都是美味佳肴的时候才会升高。而我的爸爸在监狱里面，在这7年时间里面遭受着无尽的折磨和迫害，而且伙食又这么差，几乎吃的都是剩饭剩菜。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的血糖怎么会升高呢？他们就是拿我的爸爸的身体健康在开玩笑，在无理取闹。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立即释放我无罪的父亲。我向全世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人权安理会，希望他们能帮助我的父亲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你们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大的恐怖组织。自从2016年以来，你们关押了超过数百万的新疆当地的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关在新疆监狱里面，关在新疆集中营里面，被无辜遭受迫害。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做的还少吗？我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释放我无罪的父亲，让他回到哈萨克斯坦，回到我们家人身边。我爸爸没犯任何罪。我告诉习近平，立即释放我的父亲。中国新疆当地官员，立即释放我的父亲。我父亲没有犯任何罪。